甲骨释文第35集，烧是要烧炸啥物？先人无讲，来看甲骨释文如何烧出其中暗藏的秘密。这个烧甲骨文安尼画，有一只手举着火把在照明，火把伫要活着厝顶，表明这是一种嫁娶啊。另一个经文有火把散落的污点，散也是发音。综合起来，这个的意思，带嫁娶的贫穷老人，白音读散，加病字边的散，表示又病又穷。善食人、善用人，拢表示穷的闽南语讲法。有人讲无啦，这是手举着山，所以读音山。手举着山，非常无合理吧？穷是中原的主流讲法，散是消失的非主流文化。高原地区好业的有钱人，住的是一楼宽敞的平房，若是爱强调身躯，才有法度进入的洞穴的人兜，就是穷。有一个共音共义的散，同义滨海文化的这个散，好业音义等于好业。这个好将高兴将低，滨海地区惊淹水，好业人住二楼，一楼饲猪饲头生仔，无法度住好梯，就住二级厝仔，只好含猪含头生仔做厝边。二级厝仔等于散，就是草寮啊。这个散并草安切读音散。消失的东夷文化用语的这个散，说不管千里而来，梁惠王用这种无礼貌的用语来称呼明主，搁好意思问讲何以伫我国？现代人文化进步，应该会注意基本的礼貌，是吧？少中者之车也，兄嫂的嫂是少引申的照音字，少是酸歹的食物例句，少酸饭。瘦肉是生病的肉，照理毋是安尼吗？散肉就是食肉，就是少油的肉。甲骨先生安尼的解说是毋是较合理？善用人就是善食人，这是形容人要活着时的身体状况。肉字边的散食就是肉类较无油的散肉。活人、猪肉原来是有分的。中文老师亲像无得教，无得分。闽南语所讲的超，啥物意思？若讲是hen，是反动，亲像怪怪。乱hen乱超是毋是较适当？刑事组人员在烧炸，有等于在乱超无？无啦，刑事组的人无接无定着啦，完全无共，是吧？这个才是超。三图乱hen乱超，就是这个超。说文解字讲的绕也。这个超嘛会使读猫，猫养养，闽南语是毋是就讲猫猪？教育部的猫安尼拼音啦。全世界谁读的正确呢？基础台语有介绍过，咱搁小解说一下。有一个罗音声母的鹅。搁加一个片音变片音声母猫。我认为真直观、真好用、真合理的拼音法。另外，这是所谓学术界认同的。讲真正的，我完全无法度认同。有人可能为着生存，一定爱接受，我是一定袂愿接受啦。烧炸在烧啥？烧这散落的污点，烧毋是读超，烧嘛无照办的意思，嘛无反走的意思。红毛兔去超着沙，这种情景的超才是照办。超着沙的超安尼写，照办无等于乱hen哦。所以三图乱超用无共义的这个超哦。
抄嘛会使读缴，写倒字旁即字也可。抄阿摩陀就是缴阿摩陀，搅扰也打扰了，来甲你搅扰着，安尼写。整理一下，烧渣是真有路的工课，爱真细腻去烧渣。另外，抄呢有两种无共情景的扰动。第一种的抄阿摩陀，这种抄会得到你想要爱的照办好的结果。第二种用手抄三度的抄，结果是阮阿母无想要爱的扰乱的情景。这两字分别各有无共的读音、搅、囂，两种无共情景的扰动，一种火星文的扰动。抄嘛会使读囂，这字呢，若东兄过头就是囂。鸡尾水翘起来，这字翘；翘骹连喙手，这字翘。翘骹是两只骹接起来，等于这字翘。应该是平的物件翘起来。闽南语讲翘，假声的这字翘。翘的本意是两边翘起来的叶片。第二个读音一声的囂，意思是掀起来。例句：厝顶挂，予风翘起来。烧渣的烧，古字阁有这几种写法，为甲骨文烧渣出来的秘密。搁整理一下，字是有文化的，中原文化的形是主流用字，当于文化的产，只剩你我还得讲的词，形容活人状况的善食人。少油的肉是散肉、假肉。抄阿摩陀是翻动的抄，乱抄的抄和猫猪的猫写共字，像东遐的囂，翘骹的翘，无平的物件翘起来。另一种讲法是翘起来。这集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咱下一集再会。